虽然有人顶包挨骂，听起来很爽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不是什么迟暮，我叫宋小小。宋小小。对，记住这个名字，宋小小。这不是我书里的男神吗？你说你叫宋小小，但是你怎么跟迟暮长得那么像啊？我可没听说过迟氏集团的总裁还有什么孪生兄弟。让开！哎，天气这么热，干嘛这么暴躁啊？你仔细看看，我跟迟暮有什么像的？好像有哪里不对。拜金女我见过，像你这么拜金的我还第一次见。虽然跟那个渣男迟暮长得一模一样，可的确不太像同一个人。难道真的是撞脸了？见别的怎么样？好像是比迟暮那个家伙好看一点。这就对了。你不是迟暮那个混蛋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？我现在必须要出去，但是我迷路了。我从南门进来的。南门，我从来没有关心过南门这件事。那怎么办？我现在必须立刻马上找到一个人，这关乎我的前途。怎么办？你首先要找到一棵树的影子，然后让手表的时针与树的影子重合。那么6点钟的方向就是北方，相反的方向就是南方。哦，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下次再找你道谢。等一下，这个手表送给你。如果以后再遇到迷路的事情，记得用我教你的方法。送给我？不行不行，我不能收陌生人礼物的。喂，怎么是陌生人啊？这个手表就当做咱们认识的纪念礼物，收好了。纪念礼物，定情信物。我好像做了一场梦，我上本小说里的男神就叫宋小小啊，莫非这就是流星石头带给我命中注定的缘分？美克拉美钻石公司，这些都是我的同事，也许很快就要变成前同事。没错，他们就是我那本小说《我叫好聪明》里的原型，美玲。一个以减肥为终身事业的胖女孩，即使每天都有着惊人的嘴部运动量，她的体重还是从100斤减到了120斤，又从120斤减到了180斤。赵西川，一个没有女孩眷顾的大龄单身男青年，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其实他们都暗恋我，我觉得那个女孩喜欢我。你不懂，我能读懂她的背影。”进来。都是我们的错呀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哎呀，你跟郑总好好说一说嘛。哎呀，就他让我让他滚蛋。段奕斌，长相着急的坑爹大叔。据说他15岁的时候就长得像40岁，20岁时还是长得像40岁，现在到了30岁还是40岁的样子。或许他到40岁的时候就能赶上正常人的水平。因为着急，所以在意。段大叔平生精力都花在对个人形象的打理上，年轻没年轻倒是没看出什么效果来，但性取向是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了。好聪明！到。刚才郑宝珠助理给我打电话，搞砸了一切，还有脸回来？经理，我告诉你，你完了！这3个月来，你给我惹了多少麻烦？今天我必须把你瘟神送走！我要再让你回来，我他妈就是条狗！喂，哎，郑总，好的，我马上过去，我马上过去。我现在就去跟总经理请罪，在我回来之前，离人东西滚蛋！不想再见到你。毕业2年来，我应聘过各行各业共计无数份工作，美克拉美的珠宝设计师是我唯一干满了3个月的工作。你坐吧。
有件事是关于下个季度新款珠宝的设计，看看你们设计部门有什么意见，咱们探讨一下。迟梦以为找了个这样的女人来气我，我就看不出来啊。前段时间冷着你，这次又花5000万高价拍下陨石戒指，难道就是为了在舞会上捉弄你？我倒觉得他还是喜欢你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大小姐，你是不是傻呀？如果你不喜欢一个人，你会花那么大心思去捉弄他吗？所以他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讨厌我。总之，前男友、前女友，本来就是一段扯不清、理还乱的关系。2000多年前的古老陨石钻戒重现拍卖会，并以5000万天价被陨石戒指的原主池氏集团拍回。据了解，这颗陨石钻戒之所以拍出如此高价，是因为竞拍当天，郑氏集团和池氏集团之间的恶性竞价。现在各大媒体都在报道咱们拍下的天价陨石。关于这颗陨石戒指，宋总柱当时你也在场吧？我想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具体来说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可是这枚戒指确实是池总您亲自拍下的，没错。池总，您还记不记得当时的情景？是他？我想，可能是阴血后遗症。那我丢了的这块手表也是因为晕血症？宋总柱，还有事吗？那个，最近姨妈有点担心，怕您工作压力大，说是不是该找个女人照顾照顾你了？这个事儿你帮我办吧。我来安排。之前相亲不都是你帮我办的吗？就按照以前的标准，再帮我办一次。我看姨妈的意思，她挺喜欢郑宝珠的。你知道的，我谁都可以娶，唯独不可以娶郑宝珠。没事，你出去。小主从来容姿秀美，俏丽非凡。近日因诸事繁杂，身子不适，略显容颜憔悴。奴才承蒙小主恩泽多年，每每思之，倍感惆怅。适逢皇额娘刚刚从西域运来上等之辛辣食材，奴才私心想着，要是小主用来，定是极好的。不知小主意向如何？那个，中午吃炸酱面就算吧。别闹，本宫今天没心情。哎呦喂，怎么了？这是不就丢了工作吗？世界末日了？真的跟世界末日差不多了。好不容易吧，邂逅了我的天才，可是他就这样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。好不容易，我喜欢的工作终于要过试用期了，偏偏出了郑宝珠这么个奇葩。等会儿，这工作咱先不提，天菜什么鬼啊？天菜，天生是我的菜，只可惜是昨天晚上邂逅的，来去匆匆，杳无影踪，只给我留下这么一块表，睹物思人。等会儿，这表我看，哎，别看，虽然我好聪明，职场失意，说不定情场得意呢。这是我男神送给我的表，万一给你看坏了，赔得起吗你？虽然我遭受了如此多的打击，但是我还是一个坚定的乐天派。这就对了嘛。
就像那茶壶一样，你看人家屁股都烧红了，嘴上还吹着口哨呢。韩毅，去年我被甩的时候，是你一直陪在我的身边。别提这些了，咱们都哥们儿嘛。上个月我生病的时候，也是你陪在我的身边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现在我无依无靠了，还是你陪在我的身边。不是，聪明啊，你这是在向我表白吗？其实我这个人挺多毛病的。我就是想说，聪明，好聪明，恭喜你啦！恭喜我什么？我都已经要辞职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已经通过了我们美克拉美的试用期，现在你将光荣地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。鼓掌！但是我没明白，我怎么就过了试用期啊？我不是已经搞砸了一切，而且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吗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刚才我看了一下，设计的东西啊，我问你，这个设计稿是谁的？郑总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就不该给他招进来，都是我的错。那确实是你的错。你身为设计部门的经理，为什么没有及时把他提拔出来呢？这是我见过的今年最具浪漫情怀的设计，他很有自己的想法。你把他叫来，我当面跟他亲自谈一下。啊！我要再让你回来，我他妈就是条狗！怎么了？我立刻就把他给叫回来，我立刻就去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那经理现在在哪里呀？怎么样？那边怎么说？美克拉美请了新的设计师，他们放弃了跟咱们的合作。是吗？那请的新设计师是谁呢？一个菜鸟，他们的一个实习设计师，啊，您见过，就是那个好聪明。这是我通过他们的内部渠道得到的设计稿，他设计的天蓝陨石系列，据说深得美克拉美高层的喜欢。好聪明，郑小姐，美克拉美。对，我是美克拉美设计部的好聪明，欢迎欢迎。郑小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别说我啊！郑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好聪明。又是那个好聪明。你把这个设计图交给兴盛珠宝公司，怎么做不用我教吧？反正我要好聪明3天之内滚出美克拉美。是。只要他离开了美克拉美，相信过不了多久啊，美克拉美一定会回来求您的。难道我稀罕吗？想请我去做首席设计师的多的是，滚！喂，美玲，聪明啊，大事不好了！你现在千万别来公司。段大帅哥今天早上收到一封律师函，说咱们公司新产品涉嫌抄袭。啊，涉嫌抄袭？我辛苦了那么多天才出来的成果，是谁2片嘴唇一碰就给我说成了抄袭啊？这是一家新上市的珠宝设计公司，他们不但设计概念跟咱们公司一样，就连设计稿都一模一样。那我现在就去找段一冰。这事情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？段大帅哥气的都更年期提前发作了。你要是现在来啊，就等着被他的怒火打成筛子吧。经理，静止，好聪明。你这样做能难得倒我好聪明？说我抄袭，我自己找他们去。聪明，新盛公司幕后的大老板就在这个会所。
30岁上下，身高1.8米左右，线条很好。他今天穿的是经典英式剪裁灰色西装，白衬衫看不出品牌，短发梳得很整齐，还戴着墨镜。哦，OK， 有照片吗？有。好像有点眼熟。哎，等等。总之，人已经帮你找到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好吧。哎，小姐您好，请问您预约了吗？我找人。我们这是私人会所，只对会员开放，而且呢，今天有客人包场，实在抱歉。哦。哎，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招聘启事？我记得。我是来应聘的。应聘？你？怎么不是应聘吗？你有相关的经历吗？我啊，毕业之后因为帮朋友的忙，在涉外酒店做过服务员，接受过茶道培训。之后因为兴趣在咖啡厅做过调酒师，再之后在创意咖啡厅做过经理助理，行吗？听起来倒是符合我们的要求。这样吧，你去填一张入职的申请表，好吧？好。好，跟我来。让你久等了。怎么，看见我很勉强吗？今天我是特意为你来的。你不用打了，5分钟之前你的相亲对象已经走了。像她这种心理承受能力极差的女孩，根本不适合你。你是？我是迟墨的女朋友。女朋友？据我所知，迟墨似乎并没有女朋友。那你总该听说多年前唯一的一个前女友吧？那又怎样？前任和现任能相提并论吗？这么说，你是想自不量力的跟我竞争了？自不量力？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家世，我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叫郑宝珠，郑氏集团的未来接班人。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家世，但看你的样子，很明显你的学历不如我，容貌不如我，财力也不如我。请问你有什么资格和我抢男人呢？离开他，100万就是你的了。有钱了不起啊？200万。200万够吗？像你这种样子，200万应该不是个小数目吧？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别妄想高攀池氏，这个世界上有钱人才能终成眷属的。看来你的条件还真是不错啊，我们回去商量一下，尽快给你答复，好吧？这个事情是做出来的，不是商量出来的。我这个人呢，最大的优点就是勤劳能干，我免费给你们试用，今天就试用。好，好，好，行，欢迎你加入啊！迟墨，我们和好吧，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。郑小姐。我们今天不适合谈恋爱。迟墨，迟墨，你站住！我只想问你，你为什么不接受我？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？我知道你没有，我调查过你。自从我们分手之后，你根本没有找过新的女朋友。你还是爱我的，你为什么就不肯原谅我呢？迟墨啊！
虽然只是惊鸿一瞥，但乍一看很眼熟，身高符合，灰色西装也符合，白色衬衫也符合，戴墨镜也符合。难道他就是我千辛万苦要找的人？没想到我好聪明，运气这么好，就是他了。哎，越看越觉得这个人好眼熟啊。这应该就是兴盛公司幕后老板。这位先生您好，我是美克拉美钻石商场的设计师，好聪明。啊，你放心，我是绝对没有恶意的，我只是……石先生，这里发生什么？长了眼睛的人都能看到，这位小姐尾随着我进洗手间，意图不轨。喂，你们会所的安保措施还真是，拜托你们，以后不要什么人都放进。小姐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啊，池大爷，我没有抄袭，那个是我自己设计的。等等。原来是你。看来你不只是个拜金女，还是个小偷。对不起，池先生，都是我的疏忽。这件事儿我们一定严肃处理。人穷不怕，怕的是穷人没有骨气，没有原则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小偷。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块表你是怎么拿到的？这块表是我男神送给我的。那么，请郝小姐打电话给那位男神，请他过来，证明你是清白的。啊，糟了！那天下午光顾着花痴，怎么就没有想到留个联系方式呢？对不起，池先生，都是我的疏忽。这件事儿我们一定严肃处理。人穷不怕，怕的是穷人没有骨气，没有原则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小偷。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块表你是怎么拿到的？这块表是我男神送给我的。那么，请郝小姐打电话给那位男神，请他过来，证明你是清白的。啊，糟了！那天下午光顾着花痴，怎么就没有想到留个联系方式呢？怎么，找不到人？这块表的价值，我想我们都很清楚。以郝小姐的层次，是不可能接触到能送她这块表的朋友的。那么，除了是你偷的以外，我实在想不出来这块表是怎么到你手里的。什么叫做以我这样的层次？你们有钱就可以随便污蔑人吗？就可以随便践踏别人的自尊吗？这块表就是我男神送给我的。这些话你还是跟警察去说吧。郝小姐，其实我们挺有缘分的。你看，第一次你把我们车给撞了，还欠我们5万的损失费。在拍卖会上，因为您的缘故，我们池氏集团拍回的陨石钻戒比预期足足超出了3000多万。现在这块手表其实也不贵，30来万而已。那么您算一算，前前后后您欠了我们多少钱？其实您年纪轻轻的，大好年华，我们也不希望你在监狱里边度过，所以您还要坚持承认这块表就是您的吗？那你们想怎么办嘛？我们不想怎么样，这个表当然是要物归原主的。还有，就是麻烦郝小姐帮我们签一个欠条。放开我！我还有话没说完呢！池墨，你大爷的！我好聪明，发誓，今天你给我的羞辱，我一定会还回来的！把它收好。全都笨手笨脚的，出去！是。
哎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的宝贝闺女啊！当初是你啊，说你不喜欢他，跟他分手的，不，现在何必又发这么大脾气？这是当初还不是因为你，不用你管。不是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就是救人于任何危难之间的感情专家韩毅。你们有任何的关于感情的困惑，都可以找我。啊，我相信每一个女人身边都需要这么一个感情专家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上面有二维码，你们可以扫一下。哎，美女，你也扫一下呗。没时间拿张名片吧。对了，那个爱情专家，我对我女朋友那么好，可她为什么不珍惜我？韩老师，我不想活了，我要为她而死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你第8次拍我店里的单子，你的8次恋爱，每一次你都犯贱，而且还是一次又一次的犯贱。什么时候你不犯贱了，女人就来喽。是韩毅吗？没错，我就是迷倒万千少女心的爱情专家。请问您是？多少钱包你1个月？大姐，你误会了，我只卖艺不卖身。我不用你的身体，我只要你的脑子。韩毅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抄袭我设计稿的新盛公司老板也是石墨？啊？不是，等会儿，我是真不知道。我要知道，我肯定告诉你的。难道迟氏集团又进军珠宝业了？哎，不对，那天下午迟墨拍下的那颗天价陨石戒指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在哪儿？你给我看看。我就说吧，这石头质地简直跟新闻里那个长得一模一样。虽然这个是假的，不过还原度也太高了点吧？哎，韩毅，凭什么他的是真的，我的就是假的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是我看流星雨的时候亲手捡的流星石头，我自己做的戒托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好，好。你让我再仔细看看啊。看就看，随便看，反正我连北漂都快当不下去。现在这天价陨石戒指这么火，我要是把聪明的这颗也发上网去，怎么着也能上个热门话题呀。29日，迟氏集团总裁迟墨以5000万的天价拍下一颗极品陨石钻戒。据知情人士介绍，这颗陨石钻戒是迟氏的祖传之宝，近日来一亮相就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。然而罕见的是，近日微博上有网友晒出另一颗陨石钻戒，据认与天价陨石钻戒有极高的相似度。爆了！啊！美克拉美新人设计师出恶意抄袭事件了。哇！是我们新盛公司，咱们新盛这一次可出名了。哼，因为抄袭事件出名，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。说起这个郑总监，他是咱们集团老板的前任，那他怎么还来我们这个小小的分公司呢？谁知道呢？郑小姐，请。大家安静一下啊！从今天开始，郑宝珠小姐就是我们新盛珠宝公司的设计总监了，大家热烈欢迎！郑小姐，因为最近抄袭事件对我们公司造成了很大的影响，您给大家讲两句，鼓鼓劲儿。啊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们郑小姐做事一向雷厉风行，放心，这件事郑小姐一定会给总经理一个满意的处理方案。好，大家继续工作。进来。老板，你找我。
马上就查出这个微博、这个戒指的主人，我要尽快知道他全部资料。好的，老板。去吧。3年了，调查了3年的事儿，终于有了线索。老板，来盒烟。什么烟？随便。 29日，池氏集团总裁池墨以5000万的天价拍下一颗极品陨石钻戒。据知情人士介绍，这颗陨石钻戒是池氏的祖传之宝，近日来一亮相就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。然而罕见的是，近日微博上有网友晒出另一颗陨石钻戒，居然与天价陨石钻戒有极高的相似度。大哥，这怎么办？那个，现在这里出人命了，有很严重的车祸，我们在高速公路上，您快点来呀！大哥，咱那目标不就是那包吗？我直接过去把它抢了，咱们就跑，不就完了吗？你傻呀？没看见那有警察吗？我们就一起在外面看流星雨来的，然后我走。先生，你烟还要不要？哦。 喂，老大，我找到那枚戒指了。什么戒指？什么戒指？老大，你记得3年前那场车祸，老鬼手上的那枚陨石戒指吗？我终于找到它了。3年了，它终于浮出水面了。当年你们清理车祸现场不干净，我要的公文包和那颗烧焦的陨石戒指同时消失。现在这陨石戒指出现了，你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吗？当然。那个拿着陨石戒指的人，很可能就是那个拿着公文包的人。老大，你放心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。 3年前，他随大学的天文社团一起到郊外去看流星雨，回来的时候的确路过当年的车祸现场。据说那枚戒指也是在当时找到的。怎么是他？老板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你尽快安排会面。我有预感，他应该就是车祸真相的关键。好的。 喂，好的，老板，人找到了。哼，这个死韩毅，帮我的微博涨粉，还非得让我买件衣服做答谢，买什么好呢？哎，这件，哎，这个应该挺便宜吧？你好，啊，小姐你好，
这件多少钱？这件是我们当季的新品，暂时没有折扣，售价599元。那谢谢啊。哎，等一下，小姐，您今天非常幸运，是我们第99位顾客。我们今天店里搞活动，您将享受我们的免单机会。免单？这么小概率的事情都被我碰上了，证明老天还是叫我不要放弃。你等一下。哎，韩雅艺，你快帮我查查今天是什么日子，我撞大运了。刚刚我被商场作为第99名顾客免单了，我待会儿要去买一张彩票，说不定可以中。那帮我包起来吧。好。哦，小姐，不过我们的免单顾客要帮我们填一份反馈调查。好。小姐，麻烦你了。这么厚，都是问卷调查。为了给顾客最好的服务，我们将加倍注重服务的细节，请小姐您务必认真填写这50页问卷调查。50页。好。老板不用着急，我听店员说他那50页的问卷还没有填完呢。为了区区500块钱，竟然把自己一下午的时间浪费在那里。这个拜金女拜起金来，真是挺贵。走。看来之前我真是高估了这个拜金女，咱们的谈判价格还可以再低一点。好，小姐。我们又见面了。你好，池大爷。郝小姐，你想洗刷自己抄袭的罪名吗？那还用说？把这份合约签了。关于陨石系列抄袭的事情，我们公司不打算再追究。可我打算追究。你不想听我把话说完？你不用说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迟墨迟走迟大爷，我知道你是兴盛公司幕后的大老板，你不会因为我即将揭开你们的抄袭丑闻，你就害怕了，你就上门来求我了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停止网络呼吁的，因为我不会因为那一丁点的利益就出卖我自己作为设计师的尊严。我要让所有珠宝行业的人都知道迟氏集团的抄袭丑闻。你迟氏集团的老总迟墨是行业的败类。郝小姐，一丁点儿利益，老板要不要我追上去跟他解释一下？天价陨石系列钻戒的项目负责人和随意填写数目的支票，这无论如何都不算是一丁点儿利益吧？不用着急。他一定会回来再求我。你是怎么想到热搜这一招的？经理，你也觉得这一招特别机智，对不对？我的微博访问量达到了1000万人次，我的新增粉丝也多了10几万人。陨石系列抄袭事件得到了足够的关注，相信过不了多久，我的冤情就可以被洗刷。到时候，哎，你这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啊！什么意思啊？好聪明，用你猪脑多想一想，你手里的证据能证明什么呀？既不能证明这设计稿是你设计的，也不能排除这设计稿是你偷来的，更不能排除的是，你利欲熏心，一稿两卖。要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你路还远呢。那，经理，你这样做唯一的后果就是激怒郑宝珠，在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，他摆明了说你抄。你想啊，你一行业菜鸟，他一行业领军人，你说大家信谁？到时候别说美克拉美，整个珠宝行业都封杀了你。给你钱吧。郑小姐，可不可以给我3分钟的时间？我想跟你聊一聊陨石系列。没什么可聊的，我们现在要去发布会现场，请你让开。但是郑小姐，我真的不是抄袭者，我是清白的。郑小姐，我们都是做设计的，你肯定知道这个发布会一旦召开，对我有多严重的后果。这是郑小姐的原稿设计，请你看一下，死也死得明白。好了，废什么话，走。
进来。老板，怎么样？人联系上没有？现在情况可能有些复杂。那些人这3年来也一直在寻找当年目击者的下落，现在郝聪明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了，他随时处于危险当中。老板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马上行动？如果晚了，可能会有别的变故。不用着急，如果想取得谈判的胜利，我们还得晾他一晾。即使他被人盯上了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我们照样可以引蛇出洞。可是他马上就要离开北京了。他要离开北京？是，郑小姐的发布会一开，他留在北京也没有意义了。他如果离开北京的话，我们唯一的线索就断了。得想个办法让他留下来。金秘书，你去安排一下，提前见面的时间，再谈一谈合约问题。好的，老板。